肉劲够，他跑不了，在屋里等着就行。煮熟的鸭子都能给我干飞了，给我挨肩的搜！龙主，隐退后，腾达集团我给您留着。好热。这是谁？这帮混蛋，想连我，连美人计都用上了。龙主，龙牙不能没有您。六芒星图腾的线索呢？我姐的仇必须报。是属下无能，属下没找到任何线索。龙牙就交给你们了，姐姐的事，我亲自去查。抱歉，我身负血债，还不能留下来。如果有机会还能再见的话，商界重磅消息，今日尘埃落定，沈氏集团与蒋氏联姻，总裁沈晚秋将嫁蒋英杰。这场婚礼不仅仅是两大豪门之间的喜事，更被视为好白菜都他妈让猪给拱了。这沈总可是江东第一美女总裁，那蒋英杰就是个纨绔子弟。听说沈总还有个女儿，不知道是谁这么有福气。那么这场联姻会给两大集团带来怎样的发展新机呢？值得我们拭目以待。他叫沈晚秋。5年前我睡过他。你做梦呢？沈总身价几十亿，能给你一个保安啊？沈总，他怎么是他？妈咪，你说爸爸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爸爸，姨姨终于找到你啦！小朋友，这爸爸可不能乱叫啊！我没有乱叫，我爸爸就是你，林霄。这是你和依依的亲子鉴定结果，自己看吧。根据 DNA 检测结果，被检测人林霄与被检测人沈依依之间存在明确的亲子关系。依依是我的女儿。是那天晚上，你怎么把这个事情早点告诉我？你一个泡吧酗酒、醉生梦死的摆烂废人，我联系你有什么用呢？让你给我拿3000块钱打胎吗？可是我至少可以照顾你啊。说的倒是好听，要不是蒋家最近逼得我太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带依依来找你。蒋家？哦，是蒋英杰逼你跟他结婚的事情，对吧？我去帮你摆平。行了，你现实点吧。我已经拒绝和蒋英杰的联姻，
沈氏集团将会遭到蒋氏集团的强力打压。沈星洲又助纣为虐，拖我后腿，所以最近我没时间照顾依依。跟我回去结婚，照顾沈依依。啊？结婚？爸爸，你就娶了妈咪吧。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，依依也想要爸爸。好。原来林哥他真的没有吹牛逼，他真的睡了沈总。耶，依依有爸爸啦！让你跟我结婚还委屈你了是吧？你放心，虽然我们结婚了，但我不会管你的闲事。你爱花天酒地也好，爱泡妞把妹也罢，只要照顾好依依就行。我每个月会给卡里达5万块钱，算是你的酬劳。钱就算了，我有。给你就拿着，就你那点钱，够你喝几次花酒？哎，没有的事啊，我什么时候喝过花酒啊？爸爸，你喜欢找漂亮姐姐喝酒吗？依依这里有很多钱可以给你啊。不是我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大学同学强奸犯凌霄吗？怎么放出来了？你谁啊？凌霄，要不是看你长得帅，老娘都不会多看你这种穷鬼一眼。你还敢拒绝我的表白？等着后悔吧你！看到那辆宝马车没有？我新男友的，你一辈子都买不起。刘菲菲，哼，还记得我？看来是对我念念不忘了。哟，还记得我？看来是对我念念不忘了。有事吗？听说我把你甩了之后，你居然堕落到猥亵自己的亲姐姐，还把人玩死了。就你这种畜生，不应该死在监狱里吗？啊！爸爸，这个丑女人是谁啊？小畜生，说谁丑呢？爸爸，你这种人渣居然还有女儿，是强奸别人生下来的孽种吧？看，别逼我在孩子面前杀你！菲菲，这保安是谁啊？看起来挺狂嘛。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们学校那个猥亵亲姐的垃圾，没想到居然出狱了，不要脸的狗东西！胡说，我爸爸才不是坏人。小野种，你爸爸就是个强奸犯，你啊，肯定也是个小孽种。我给你脸了是吧？没必要跟这种人浪费时间。走。哎，等等，美女，这么着急干嘛去？再聊会儿。好狗不挡道。哟，还挺有脾气的。但是在我看来，只有好看的女人才配发脾气。让我看看你配不配发脾气啊？不许弄我妈咪！哪来的野孩子？滚！找死！你们居然敢打人！我们家强哥可是东江巨无霸集团的市场部经理，你们敢打他，你们全家都别想在东江立足。他就算是天王老子，也不能动我的女儿。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只要你陪我去酒店，陪我1个月，把我伺候好了，我考虑高抬贵手放你一马。强哥，闭嘴！陪你1个月是吧？没错，只要你给我伺候舒服了，我不介意给你一个包养的机会。好啊，让我看看你够不够硬了。强哥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就给公司打电话，我让你们在整个东江没有立足之地，我要你们跪下来求我。不用给沈氏集团打电话了，你被开除了。我被开除了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是我们沈总吗？我告诉你，喜欢玩角色扮演 cosplay， 我们回酒店慢慢玩啊。你这种人渣，只是开除有点太便宜你了。我会通报整个行业，对你进行封杀。你还演上瘾了是吧？你个骚狐狸精！
再敢动我老婆，我打断你的手！好啊，你们啊，不把沈氏集团放在眼里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打电话，到时候你们跪下来磕头，给我舔脚趾头。你也配代表沈氏集团？徐甲强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我是谁。沈总，沈总，亲爱的，你跪下干嘛？赶紧找人收拾他们啊！你闭嘴！这是我们沈氏集团的总裁沈晚秋。沈总，对不起，都是这个贱女人惹的祸，跟我没有1分钱关系啊！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好吗？你这种人渣不配待在沈氏集团，不配有工作，等着讨饭去吧，滚！滚！爸爸，怎么样？妈咪是不是很厉害？确实很厉害，但是跟你爸比起来啊，差的不是那么一星半点儿。你爸以前呢，不仅能单手拆核弹，更是有过一人徒手打倒1个师的彪悍战绩。1个师是多少人啊？大概就1万多人吧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！爸爸是超人。行了，吹牛也要有个限度，这么骗小孩有意思吗？回家吃饭。爸爸，别怕，依依相信你。好，咱们回家吃饭喽。妈，沈晚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居然跟一个保安结婚了！妈，跟谁结婚是我的自由，希望你不要干涉。蒋家正在扶持你弟沈星洲，跟你争夺沈氏集团。你现在跟一个保安结婚了，他们指不定还要怎么对付你呢。你现在跟我谈自由？妈，其实蒋家也好，沈星洲也罢，都不算什么的。你在叫谁呢？乱叫妈！啊，我是晚秋的丈夫，我只想跟您说一声，有我在，没有人能动摇晚秋的地位。你以为你是龙牙的龙主，还是腾达集团的首富顾总啊？敢不把我和蒋家放在眼里？我爸爸可是超人哦，他一定能保护好妈咪的。沈晚秋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把沈氏集团让出来，然后再去求蒋公子原谅，否则我就把你们母女俩都卖去当奴隶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东西！这是我家，轮不到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在这撒野，给我滚出去！贱货，你敢打我！晚秋让你滚，服了吗？好，你都给我等着！林霄，你先带依依上楼，我妈这边我来沟通。走。妈，林霄是依依的亲生父亲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原来依依的父亲竟然是保安，难怪这些年你都一直瞒着我。妈，只要他对依依好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。哟，沈总，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呢。沈总，我们血沙楼这次来是受蒋公子所托，让你把手里沈氏集团60%的股份，以1块钱的价格转让给沈星洲。光天化日之下做什么白日梦？沈氏集团是我父亲一手打造的，我绝不会卖。既然如此，就让这些股份变成你的遗产吧。干什么？你是要你妈呢，还是要股份呢？你混蛋，赶紧放了我妈！哼，你别急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别往外看了，我200多号兄弟已经把这别墅围起来了，现在
连只苍蝇也飞不进来。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，在江东，老子就是王法。我给你最后3秒钟，3、2、我也给你3秒钟，滚出这间屋子！他妈的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这个家的男主人。一个臭保安也敢装逼？操！还敢管我们血沙楼的闲事儿？老子今天先弄死你！哇，爸爸好厉害！超人，我的超人！凌霄，你不要冲动。血沙楼是东江地下霸主，势力超凡，毒龙更是穷凶极恶，不是你惹得起的存在。快带依依走，快！让我见了血还想走？今天你们一家都给我彻底埋在这里！毒龙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伤凌霄一根毫毛，我就算是倾尽家产也要跟你拼命！当我毒龙是吓大的，上，给我狠狠收拾他！凌霄，血沙楼和毒龙都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。放心吧，上！不是，是……别担心，天塌下来也有我顶着。还真有几分蛮力。不过，你觉得这样就能跟老子斗了吗？我爸爸才不怕你们呢！我爸爸是超人。哼，超人？老子200多号兄弟在外面一人一刀，你爸就是孙猴子，也得被剁成肉酱肉馅。那我就把你这200号兄弟都废了吧！凌霄，凌霄，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和你结婚，蒋家根本不会找血沙楼来对付晚秋。你现在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之前给晚秋找的麻烦还不够大吗？妈，你别说了，跟他结婚是我主动的，我答应你的条件，我签字，你不要伤害凌霄。我不答应。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外面有200多号人，你怎么打？他们这种货色，再来2万人，也不能伤我分毫。妈妈别怕，爸爸是超人，一个人能打过一个师哦。够了，你别装了，我把股份分给他们就是。也怪我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花天酒地的渣男，我不应该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里面。我早就说过，血沙楼这几个鸟人能轻松解决。你还要吹牛？你不考虑我就算了，难道你就不考虑一下依依吗？这种场面的确不应该让小孩子看见。找不到台阶不嘴硬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死定了！啊，干什么？聒噪！你们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出去把外面那200号人收拾一下。好小子，有胆量，敢一个人面对我血沙楼200多号兄弟！凌霄，妈呀，别去！你们等着吧！哼，完了，这次彻底被凌霄这个扫把星给害死了。等他被砍死了，那接下来就该是我们了。依依，妈咪别怕，爸爸一定会把坏人打趴下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好，我答应，我这就签字。你快叫外面的人住手！晚了，从他挑衅我们血沙楼开始，
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不过，能死在家门口，哼，他这也算是喜丧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快把那小子的死尸给我送上来！老子今天要用他们下酒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酒你是喝不上了。林霄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啥事儿啊？这些血都是他们的。可血沙楼来了200多人。毒龙他有点夸大其词了。我就说嘛，要真有200个人，怎么可能完好无损的回来？一共也就197个人吧。什么？197个人都被你打趴下了？兄弟，不，林哥，我错了，给个机会，我想做个好人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沈总，你帮我求求情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骚扰你们了。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。毒龙就是个赖皮狗，因为他走上犯罪的道路，没必要。林哥，我就是个狗，以后你让我去东，我绝不敢往西，你就高抬贵手吧。不配做我的狗，带上你的人滚出沈家！滚！我们立刻滚！啊，这回你该相信我有能力照顾晚秋和依依了吧？没那么简单。你能打得过200人，能打过1万人吗？况且蒋家是东江王，这只是他们最不入流的一种手段。接下来的事可不是打打杀杀就能完成的。妈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咱们先去吃饭吧，依依都饿了。吃饭？我看你还是准备吃席吧。沈总，大事不好了，蒋家要取消跟我们的合作，他们也取消了我们今晚参加江城商会的计划。听到了吗，沈晚秋？你不过是一个好看点的玩物罢了。蒋公子让你生就生，死就死，而这才刚刚开始。没有蒋家，我一样能带领沈氏集团发展壮大。嘴真硬啊！我看你怎么跟其他股东交代。明天的集团董事会，我要让你亲手把沈氏集团总裁的位置让给我。哼！晚秋，要是蒋家取消跟我们的合作，那我们执行腾云计划的资金就断了。董事会一定会让你引咎辞职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妈，你放心，只要找到新的合作方，保证腾云项目的顺利开展，就没有人能撼动得了我的位置。腾达集团的老板顾震天，他目前就在东江，只要跟他达成合作，一切困难就能迎刃而解了。你想跟顾震天合作，我可以帮你跟他说一声。你认识顾总，太好了，沈总。小宋啊，他说的话你也信？他要真认识顾总，那我就让顾总给我鞠躬行礼。他见到你，确实应该行礼。爸爸好厉害！行了，你在家带孩子，跟我妈吃饭。我们出去一趟，立刻安排车，我要再次拜访顾总。好。沈总，我刚联系了顾总的秘书，顾总明确表示他不会见我们。那就先回去吧，明天再来。我一定要见到顾总。爸爸，你能不能教我功夫呀？我想变得像你一样厉害，保护妈咪。还真是个乖宝宝。好，那爸爸就教你个绝招。小林飞刀，怎么样？哇，
这个功夫厉害吗？当然厉害了，小林飞刀力无虚发，任何强敌都能一招致命。我要学，我要学。好，看好了啊！沈总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顾总那边总会有办法的。只能这样了。你派人密切关注顾总的动向，无论如何，哪怕是堵在厕所，我也要见到他一面。这是咱们沈氏集团唯一的机会。好的，沈总，我知道了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！快教我，快教我！好，看着啊，手拿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么一扔。依依，来。妈咪，爸爸真是太厉害了，小林飞刀，力无虚发。说什么呢？你这是去找顾震天了？我跟他真的挺熟，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让他过来找你。怎么，难不成顾总真跟你一起站过岗、守过大门呢？守大门倒是没有，守国门可以吗？这些话呢，骗骗依依可以，别想骗我。好了，我太累了，先去洗个澡，你们玩吧。林霄那家伙虽然爱吹牛，但是来了以后，依依的确开心了不少。有他照顾依依，我也能专心的处理公司的事了。周晚秋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！谁让你进来的？我听到你在楼上惨叫，我以为你遇到危险了，所以我就上来看看。我不知道你在洗澡啊！快把门关上。哦。我是说让你出去把门关上。你确定没事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可是你都流鼻血了呀，这没事？没有，就是晚上那个人参鸡汤喝多了，补过头了，没什么大惊小怪，你快出去。啊，快呀！哦。没想到这混蛋身材这么好，刚才差点没把持住。怎么流鼻血了？哎，你又干嘛？我想再过来跟你确定一下。我说了我没事儿。不是，我是说你真的不需要我帮你联系顾震天吗？我跟他真的很熟的，应该算是同事关系。然后呢？你是依依的妈妈，一个人帮我把女儿养这么大，我挺亏欠你的。所以像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情，你不用不好意思的。臭流氓想偷看我洗澡是吧？也不找个靠谱点的理由，侮辱我智商呢。我没有。还狡辩！那个，你身材也挺好啊。爸爸，妈咪没事吧？她没事儿，我有事儿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我，主上，关于杀害你姐姐的凶手，我这边调查到了一些新情况，想要当面跟你汇报。我在龙湾8号带娃，你20分钟之后到我家门口来跟我说吧。是，主上。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最好不要打听。来，你自己先玩会儿啊。爸爸呢，还要去处理一些事情。爸爸，你去吧，依依乖乖在这儿等你回来。
他应该不会躲在哪个地方偷看我吧？那是顾总，他怎么来了？他是专门来找我的。太好了，公司有救了，投资有着落了。我要换身衣服去见他，这是我唯一翻盘的机会。顾震天见过主上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，说说你都查到了些什么。这个六芒星的图案是一个隐秘的邪恶组织黑市会的标志，黑市会的成员每个人身上都纹有六芒星的图案。黑市会是干什么的？之前没听说过。他们无恶不作，其中就包括贩卖人体器官，不过他们一直都隐藏极深，有多个可组织对外他们从来不用黑市会的商标，所以才这么难以调查。难怪当年我姐姐少了一颗心脏。还有不到1个月，就是我姐10周年的忌日，一定要在这之前给我把凶手揪出来，让我亲手为我姐姐报仇，祭奠她的在天之灵。是，属下快把加鞭的去调查。等等，主上还有什么吩咐？算了，沈晚秋不喜欢我插手他的事，回去吧。哎，人呢？顾总呢？哦，老顾，我让他回去了。什么？不是林霄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见顾总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啊？我连吃了7天的闭门羹，受尽了白眼和嘲笑，这才好不容易打动他。现在人家登门拜访你把人家赶走了。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我在让他回来不就行了吗？人家可是身价1000亿的腾达老板，你把人家赶走又把人家叫回来，你当他是你养的狗吗？没你说的那么难听啊，他只是过来帮我办点事儿而已，什么狗不狗的，你这有点太侮辱人了。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你一条人命，这辈子老天爷派你来惩罚我的吧？没有这回事儿，我现在打电话叫他过来。你闭嘴吧你！我要是信了你的鬼话，我沈晚秋就是天底下第1号大傻子。以后我工作上的事你不准掺和，还有家里要是来了客人，第一时间通知我，不准擅作主张，知道了吗？好。爸爸，你不要受妈咪的气哦，她也不是故意凶你的。唉，现在是她生我的气啊。都是星洲舅舅那个坏蛋，妈咪明天就要丢工作了，到时候我们一家都要搬出去了。爸爸，爷爷不想睡桥洞。唉，放心吧，有爸爸在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妈咪的。明天爸爸就去董事会帮你妈咪摆平麻烦，绝对不会让依依睡桥洞的。太好了，那我明天就和妈咪一起去，你可一定要带着顾震天来救我们哟。一定。拉勾勾呀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，谁变谁就是大猪头。沈晚秋，今天是沈氏集团的董事会，你带孩子来干什么？这么喜欢带孩子，那你干脆辞职，以后就在家带孩子多好。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留了10%的股份给依依，他本身就是沈氏集团的股东，为什么不能参加董事会？这是蒋氏集团刚发过来解除合作的协议，你身为沈氏的总裁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蒋氏集团解除合约，那是他们的内部事宜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蒋家公子蒋英杰追了你8年，而你却嫁给了林霄那个臭保安，让蒋公子颜面扫地，导致蒋氏集团终止了合作。你还在这推脱责任？我和谁结婚是我的自由，若是蒋家能因为本就不存在的儿女情长左右这几10亿的投资，那他也不是我们好的合作伙伴，不是吗？为了腾云项目的成功，
沈氏投了超100亿的资金，一旦失败，沈氏集团将不复存在。而腾云项目没有蒋氏集团这个东江霸主的支持的话，根本不可能成功。你还有脸跟我谈自由？你自由值几个子儿？这8年，我带领沈氏集团从当初的10亿市值成长到如今的300亿市值。我相信，我也一定可以带领沈氏集团走出困境。走？怎么走？来，你说我听听怎么走。各位，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会拉到50亿的投资，填补蒋氏集团的空缺，保证咱们腾云项目的顺利开展。这他妈是50亿的空缺，我把你卖了都补不起。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，乖乖的把沈氏集团让给我，然后跟林霄离婚，再去求蒋公子的原谅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说服蒋氏重新投资，挽救沈氏集团。坏舅舅，不许逼我妈妈离婚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小野种，闭嘴！再这样，我对你不客气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沈星洲，你不用在这耍横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和林霄离婚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个林霄臭保安有啥好的啊？他连蒋公子腿毛都比不上。蒋公子现在不计前嫌，重新接纳你，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行啊，这福分你自己享受啊。哼，恐怕这次由不到你选择。我提议罢免沈晚秋沈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由我担任，谁同意谁反对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我支持沈星洲担任总裁职位。沈总，你要以大局为重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沈氏集团走向灭亡啊！各位，你们就不能对我多一点信任吗？不是我们不信任你，而是我们赌不起呀。是啊，沈总，蒋家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哈哈哈，听到没，沈晚秋？我才是他们心中最值得信赖的总裁。沈星洲，你非帮着外人欺负自家人吗？闭嘴吧，老头子！沈晚秋拿着沈氏的资源，这本来就是他应该付出的一切。沈星洲，女人嘛，谁玩不是玩？沈晚秋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我说的话，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？我的话，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？妈咪、太老爷，你们别怕，等爸爸来了，坏舅舅就不敢欺负我们了。你不会指望着你那当保安的爹能拿出50个亿替你妈解围吧？啊？我爸爸说过，那个很有钱的顾震天会听他的话，待会儿他就会把顾震天带过来的。你爸爸真那么说的？当然。我爸爸都跟依依拉勾勾了呢，他肯定不会骗依依的。那你就给我好好说一说，一个身价1000亿的总裁，为什么会听你那个当保安爹的话呀？当然是因为我爸爸厉害，他可是超人，武功盖世，都能徒手拆核弹。好了，依依，不要再说了，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不要管。可是爸爸真的答应过依依。够了，沈晚秋。把你那小心思收起来吧，我们谁不知道你已经连续7天去腾达找顾总，连门都没进去吧？但是我和蒋少在顾总到达东江的第1天就已经共进晚餐，相谈甚欢了。顾总怎么会为了你跟蒋家这东江霸主作对啊？沈晚秋，你干什么？你要是没有投资的话，就赶紧把这份合同给我签了。坏舅舅，我不许你弄我妈妈，不然我就要用小林飞刀打你了。飞刀，飞你妈！我今天连你一个小孽鼠一起整了，省得蒋少以后看着心烦。再敢动我女儿一下，谁？我就让你粉身碎骨！林霄，爸爸！不好
好意思，路上堵车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爸爸，这些坏蛋欺负妈妈。听说你们为了区50亿，就想要辞退我老婆？区50亿，你口气好大呀！你能拿出50个亿吗？50亿而已，在我眼里只是一串数字。这钱我给了。装腔作势，你一个臭保安，张口就是50亿，谁给你的勇气啊？我。顾总，腾达总裁顾震天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被沈晚秋这个贱人的诚意打动了？既然林先生开口了，那这50个亿，顾某给了。顾总，您说你要投资50个亿给沈氏集团？别废话了，把合同签了吧。哎，林霄，你个混蛋，你竟敢对顾总这么不礼貌，你是一点都没把他放在眼里。顾总，您大驾光临沈氏集团，是来找我的吗？未能远迎，还请您恕罪。我认识你吗？我们上周刚吃过饭，我是蒋英杰、蒋大寿身边的沈星洲啊。不认识，滚蛋！哼，林霄，顾总是贵客，礼貌一点，快站起来。就是，顾总还站着。林霄，你个臭保安，你也敢坐着？你也太没把顾总放在眼里了。看把顾总气的。我敢让座，你问问他有胆子坐吗？沈晚秋，这就是你找的好老公，得罪了顾总，你们两个都是沈氏集团的罪人。什么得罪不得罪的，在林先生面前，顾某自然站着，轮得到你在这儿说三道四？行了，老顾，不要废话了，赶紧表个态吧。沈总，我腾达集团对贵公司的腾云项目非常感兴趣，想要注资100亿，您看咱们可以合作一下吗？腾达入驻100亿，只要腾云项目10%的利润，这比蒋氏要少40%，这……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只要您签字，100亿随时打入沈氏的账。你真认识顾总啊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们之前是同事，你不信？爸爸果然是超人，一一相信。难不成林霄以前真给顾总当过安保站过岗？我支持沈晚秋继续担任沈氏集团的总裁。我话说完，谁赞成谁反对？我赞成，我赞成，我也赞成，我赞成，我赞成，我反对。反对无效。沈总，如果合同内容无异议的话，赶紧签了吧。顾总，明天呢，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告腾达的入股，并且公开腾云项目的2期计划，到时候还请您赏脸出席。我一定到场。顾总，这腾云项目可是蒋家点名要的项目，你给沈晚秋注资，就将彻底得罪整个蒋家，你可要想清楚。我腾达想要投资什么？难道还要看蒋家的脸色不成？没想到在东乡这地界，还有人不给我蒋家面子。顾震天，你的手未免伸的也太长了吧？这是要到我蒋家的锅里加菜啊！蒋少，您终于来了，就是他，腾达的顾震天，他要破坏您的计划。怎么，我腾达集团吃不得吗？你腾达集团自然够分量，不过你别忘了，这里是东江，蒋家的东江，在东乡是龙，你得盘着；是虎，你也得给我卧着。还有你，沈晚秋，我的耐心已经被你消磨干净了，我给你3秒钟，你立马和这个小保安给我离婚，然后乖乖的回去给我当女奴，否则我现在就让这里血流成河，鸡犬不留。我也给你3秒钟，滚出我的视线，否则死！蒋英杰，光天化日还想动手？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在东江，我蒋家就是王法。顾总，你不会因为林霄这么一个小保安，
在东江把整个蒋家都得罪了吧？有我在，今日谁也别想动林先生一根汗毛。别人怕你顾震天，但我蒋英杰不怕。你腾达集团再有钱，没我蒋家同意，你一毛都花不出去。刘梦星，蒋家跟黑社会有关。完了，林霄，没有想到蒋英杰竟然会跟顾总撕破脸，在东江，顾总怕是保不住你。来人，给我把顾震天和凌霄那个臭保安的手脚全部给我打断！起来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蒋家一定会让你和沈家统统死无葬身之地。死无葬身之地的人是你！爸爸，好棒！林霄，你别冲动啊！爷爷说的对，蒋家在东江一手遮天，你要是伤了他，后果不堪设想的。听到了吗，小子？还不赶紧把我放开！看在你这么能打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个做狗的机会。表现得好，以后老子玩弄你老婆的时候，允许你在门口站岗。没这个机会了。龙，江公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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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林霄，你竟然敢打蒋公子！这次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护不住你。林霄，你惹大祸了，你知道吗？惹大祸的是蒋家。你能不能不要再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了？顾总的势力不在东江，对上蒋家这个地头蛇，他保不住你的。好啊，你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耶稣都保不住你，我说的。沈晚秋，我给你24个小时，带着这小子的尸体，脱光衣服跪到我蒋家门外，否则我让沈家死绝。唉，这风雨欲来呀！别担心，我打的人，我来承担后果。那是东江王蒋家，你拿什么承担后果？沈总，大事不好了！一直负责供应我们土地的启明公司要跟我们解约。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启明公司老总说，蒋家下了封杀令，以后不会再有公司卖给我们土地了。沈晚秋，你完了！腾云项目离不开东江的特殊地理环境，没有地，腾云项目就像无根之萍，将彻底荒废。我看你这次拿什么跟蒋家斗？轮得到你这个狗东西说话了吗？你好，算你狠！有本事你再帮他解决1万亩工业地的事儿。明天新闻发布会没有地，我看你们怎么收场！别担心，不就是1万亩土地吗？我来解决。你怎么解决？整个东江能有1万亩土地存在的就那么几家，谁又敢冒着得罪蒋家的风险把地卖给我们？谁说的？望陵楼在全国各个城市都有大量的土地储备，你可以去找他们买啊。望陵楼，那个和上京4大家族齐名，地位仅次于龙牙的大夏顶尖势力。望陵楼是不怕蒋家，可土地是他们的产业核心，又怎么会卖给我呢？唉，蒋家这一招釜底抽薪，彻底把我们逼上绝路了呀！拿着这个，去找望陵楼在东江的负责人，跟他说，你要以1块钱的价格购买他们1万亩的东江地皮，记住了，是1块钱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说
让我拿1块钱去望林楼买1万亩地。对，信我，不会错的。这，爸爸还有事去忙，你在这儿先陪着妈妈。老顾，我们走。晚秋，林霄那小子这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让你拿个狼牙项链去望林楼打秋风。是啊，那望林楼可是连蒋家都要低头的存在。我爸爸才不是脑子有病呢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妈咪，你快按照爸爸说的去做吧。你不会真去吧？万一是假的，望林楼怪罪下来，咱们可是抵挡不住的。这是我唯一一次翻盘的机会了，就算失败，我也要赌一把。妈咪，我也要跟你去。好。调集人手，彻查蒋家。我要清楚蒋家这些年来的一举一动。是，主上。沈总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。这望林楼势力恐怖，我们这无疑是在刀尖上跳舞。徐会长，就是他们赖在我们门前不走，非要见您。您好，您就是望林楼东江分部负责人徐会长吧？我是沈氏集团总裁沈晚秋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哼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总裁，也不管你来我望林楼做什么，现在马上给我离开！我们是来谈生意的，徐会长。这一个小小的沈氏集团，有什么资格跟我望林楼谈生意？总部的首席巡查使马上就过来巡查工作啊！你放他们进来，是要害我挨训吗？啊，还不快赶走！我让他们走，他们不肯走啊！不肯走，那就打走！真当我望林楼是吃素的？你们给我马上离开！叔叔，不要赶我们走，是我爸爸让我们来的，我们还有信物呢，你看。信物？哟，这东西你们哪儿来的？这东西哪儿来的？这是我爸爸给我的，他说拿着这信物就能在你们这儿用1块钱买到1万亩地。这小孩子说的是真的？没错，我丈夫的确这么说过。不过我们沈氏集团做生意向来讲究公平公正，贵公司的1万亩工业用地，我们愿意用市价购买的。哼，那要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呗。叔叔，不用客气。闭嘴！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，竟敢到我望林楼来诈骗！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不是骗子。哼，误会个屁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徐会长，这……你们别动我妈妈，不然我爸爸来了会打死你们的。切，你爸？土地是我望林楼的核心资产，你爸就给你这么个破项链，就想骗走？你爸他虽然没来，我们望林楼也是不会放过他的。沈总，怎么办啊？我也是疯了，竟然真信了他的邪，带着这狼牙来望林楼买地。哎呀，这是坑蒙拐骗不成，这就想装疯卖傻蒙混过关呢，门儿都没有！来人，把这些骗子都给我抓起来，不管大小，通通断手断脚，以正我望林楼之威。徐会长，这事跟宋秘书和我女儿没有任何关系，求您放他们离开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是个坏叔叔，快把我爸爸的东西还给我！爷爷，哼，还给你？好啊，你自己去拿吧。你在干什么？龙首席。龙首席，实在抱歉，这里出了点状况，我马上处理好。瞎了眼的狗东西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差点闯下大祸？大祸！闭嘴！龙首席，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我们只是想买望林楼的地。这个狼牙是你拿来的？没错，
是我丈夫凌霄给我的。凌霄，他是你丈夫？没错，凌霄就是我爸爸，是我爸爸让我妈妈拿着这个狼牙来的。对不起啊，龙首席，是我唐突了，我们这就走。等等，哼，来我望林楼闹完事儿还想走？做梦！闭嘴！啊，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？龙首席，我们想买望林楼手上的1万亩东疆土地。1万亩东疆土地？啊！我知道了，我会向上面汇报。你们可以先回去等消息。那还请您尽快。我们集团明天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了。好。啊，谢谢。叔叔，一定要快呀！走。哎，龙首席，这女人胡言乱语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这狼牙上的“萧”字，乃是楼主亲自所刻。5年前，楼主就吩咐了全世界所有的分公司，若见狼牙者，如见楼主。这狼牙是真的？楼主那样的人物，竟然将全县这么大的信物给一个小小的东疆沈家女婿，这就不是你需要考虑的。你有眼无珠，等着回去给革职处理吧。楼主，您日思夜想的那个人出现了。楼主，您日思夜想的那个人出现了。凌霄那个没良心的家伙在哪儿？在东疆。楼主，他好像结婚了，信物是他老婆拿来的。结婚了？没关系，抢过来就好了。推掉所有安排，马上准备飞机，我要去东疆。你没去望林楼啊？去了，但是一波三折。刚开始啊，那个东疆分部的徐会长把我们当成了骗子，还差点要打断我们的手脚。他找死！行了，你呀，以后不要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。后来又来了一个叫什么龙首席的，不过他就是把狼牙拿走了，也没说合不合作。应该是龙甲弟。既然他来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明天的新闻发布会，望林楼肯定会把土地卖给你们。行了，你就别安慰我了。其实我觉得那个龙首席就是比较讲道理，他把狼牙拿走，就是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吧。林香，陪我喝点吧。干杯。林霄，你说我为什么想做成一点事儿却这么难呢？我就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都要对付我，都针对我？我就是想把我爸的遗愿完成，我只是想把沈氏做强做大而已。你喝多了，我扶你回房间休息。等等，依依睡着了，我不想身上的酒味熏醒她。去你房间。
爸爸妈妈，你们是要给依依生小弟弟吗？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次准备工作做得一定不能出纰漏啊！一下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沈氏集团总裁沈晚秋。今天的发布会内容，沈总，据我所知，腾云项目需要至少东江1万亩土地，你给我们讲讲土地的事吧。这个事情，土地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。可以再考虑考虑。土地的问题并不在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议题内。沈总，既然要招标的话，就把实际情况给大家讲清楚。你给句准话。沈氏集团到底有没有1万亩东江的工业用地给腾云项目使用？这准话他给不了，因为沈晚秋手里连1寸东江的工业用地都没有。这个发布会啊，到底谁说了算？沈晚秋，我让你带着凌霄的尸体脱光跪到蒋家门口请罪，你却跑来开什么新闻发布会？看来你是真没把我的话当回事。蒋英杰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不是来招标吗？我来投标。我代表蒋家出1块钱，占腾云项目70%的份额。这就绝望了。等蒋少吞了沈氏的腾云项目，让你跪在他脚底下求着他的时候，你不得哭出声啊！啊！你狗嘴吐不出象牙。大少，你可帮我报仇啊！打狗还要看主人呢。凌霄，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这1巴掌的代价有多大。来人，给我废了他！看来你是忘了挨打的滋味。你以为本少爷这一次毫无准备啊？这些都是我蒋家辛苦培养出来的死士，可不是一般打手能比的。今天我就要在这里将你扒皮抽筋，给我动手！不要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1块钱占腾云项目的70%的股份，你不要伤害凌霄。哦，还真是夫妻情深啊。不过呢，我提价了，我这1块钱不仅要占腾云项目的70%份额，我还要你手里60%的沈氏集团股份。你简直丧心病狂！吃相这么难看，就不怕噎死吗？我胃口一向都很好，沈晚秋，我吃定你了。赶紧给我签了他，不然我让你们2个死无葬身之地。这字为什么要签？林霄，这是蒋家跟沈家的事儿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哼！就凭我是沈晚秋的丈夫。林霄，你不会以为撕了文件就能拯救沈氏集团了吧？现在整个东江能不受蒋家约束，且能拿出1万亩土地的势力，也就望林楼了。除非他能从望林楼手里把这1万亩土地买出来。哼，我不需要买，他们会亲自给我送过来。谁不知道？沈晚秋昨天去了望林楼，没说2句话就被赶出来了。你还指望他们亲自过来找你们合作？你他妈做梦呢！林霄，望林楼的事8字都没一撇呢。放心吧，他们今天一定会送过来。我说的。真是狂妄啊！望林楼那是和帝都4大家族同为大夏顶级势力，土地储备是望林楼的核心资产，你凭什么让他们卖给你？
就凭我是凌霄。你还真是个了不起的大人，连望玲楼都要卖你的面子。还真让你说对了，我望玲楼就是要卖他的面子。我望玲楼就是要卖他的面子。这就是望玲楼楼主，好年轻，好漂亮。没有你好看。小点声，他看起来来者不善，别再激怒他。没关系，他是过来给你送递的。袁楼主，大驾光临东江，蒋某未能远迎，还请恕罪。你谁啊？哦，我是东江蒋家的蒋英杰，去年有幸在帝都秦家家主的寿宴上见过袁楼主一面。啊，东江蒋家、是没听说过的小家族。没关系，您认识秦家就好。对了，袁楼主，您来的正好，这儿有一个叫凌霄的家伙，在那口出狂言，说要买你望玲楼的土地呢。是吗？是凌霄说的吗？对，就是这个混蛋。谁不知道土地储备是望玲楼的核心资产？他这是要绝了你望玲楼的根呢。袁楼主，您千万不要听信蒋英杰的挑拨，凌霄没这意思。你就是沈晚秋。倒真是个大美人啊。凌霄就是要帮你们沈氏买地吧？袁楼主愿意把地卖给我们吗？袁楼主，你看，他们两个呀，就是图谋不轨呀，哼，连演都不演了，哼。我可以卖1万亩的工业用地给沈氏集团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袁杀青，别太过分，做生意就做生意，提什么条件？他愿意把地卖给我们，其他都是小问题，你别说话了。袁楼主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我们甚至可以出市场的2倍价格给你。哼，钱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数字。哎，就像凌霄刚才说的，拿1块钱跟我换1万亩地，就按照这个价格来。那我需要做什么？也不是什么难事儿，只要你愿意跟凌霄离婚，把他让给我就行。不是，这袁楼主，您在开玩笑吧？袁楼主，您在开玩笑吧？就按30万块1亩地的均价来算，1万亩地，那就是30个亿。袁楼主，凌霄就是个臭保安，你看他哪值1万亩地的价钱？你真的好聒噪啊！你在教我做事吗？沈总，离个婚就能换到1万亩的东江土地，你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腾云项目就能顺利的进行下去，这笔买卖你应该不会拒绝吧？袁楼主，凌霄是我的丈夫，也是孩子的父亲，所以你要加钱？不，我不会出卖我的婚姻去换地。袁杀青，你玩够了没有？啊，你可真是个幸运的女人，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将会是你这辈子最明智的决定。什么意思啊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这是土地转让协议，签了它，再打1块钱到我的账户上，东江南城区那1万亩地就是你的了。袁楼主，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是说，我不会和凌霄离婚的。我知道，正因如此，你才配得上这份协议。袁楼主，我们蒋家和帝都秦家关系匪浅，这个项目你拿秦家来威胁我？不敢，不敢。怎么样，
满意不？别闹了，正经点。哎呀，人家一切都按照你说的做了，我还不乖呀，还不乖，还不乖，还不乖啊！不是，袁楼主，您这是为什么呀？你到底和这个凌霄什么关系？是啊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江英杰这个狗东西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肯给老子惹事！江一杰，你3番5次欺负我老婆，老子今天就要废了你！大少，你敢打断大少的腿，你完了，你彻底完了！你闭嘴！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赶紧把这条死狗拖出去，否则你的腿一块打断！快！你把他的腿打断，蒋家会不死不休的。这下蒋家总该会去找他背后的靠山求援了吧？哎呦，凌霄哥哥，凌霄哥哥你好帅，杀青我要把你爱，哎，那个，今天你是主角，现在土地、资金、人才都有了，上去做个总结吧。各位，我今天再宣布最后一件事：后天上午10点，沈氏集团将会在南城区同一个项目的新址展开奠基剪彩仪式，还希望大家届时前来捧场。好，感谢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。爸，凌霄把我的腿打断了，一定要报仇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把他碎尸万段。家主，凌霄的资料查到了。他竟然是那个女人的弟弟。谁的弟弟啊？秦爷，我找到了当年给少主当药引那个女人的弟弟了，就在东江。严密监视，不能让他再消失了。我马上带人过来。您放心，我肯定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一定把他拿捏在手里。站着。凌霄，你和袁杀青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不熟，完全不熟。你不用这么紧张，我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你是个渣男的。你这是偏见，我怎么就成渣男了？和你领证的时候我就说过，我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的，所以呢，你也不用瞒我。我只是好奇啊，你和袁杀青进展到哪一步？我真的不熟。不熟？我拿你给的狼牙去望林楼分部，然后袁杀青今天就过来，这叫不熟啊？那狼牙是我捡的，我就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让你过去的。那他为什么会让1块钱卖1万亩地给我，还让我跟你离婚？你也看出来了，那个袁楼主他的脑子有点问题。打扰一下，你们是在聊我吗？你来干什么？
不是说你们不熟吗？这人都上家里来找你了，都不背人了。沈总，你可一定要收留我。收留你？自从我卖给了你们1万亩地之后，蒋家就对我威逼利诱，这你也是看到了的。所以我现在只能找凌霄来保护我了。你少演戏了，蒋家怎么可能对望陵楼的楼主打击报复？那不怕1万就怕万一嘛。人家一个弱女子，怎么敢拿性命去赌？沈总，你不会不管我的死活的，对吧？沈总，你不会不管我死活的，对吧？啊，我也想让凌霄来保护你，但是你看，依依啊，她离不开爸爸的。要不我多安排点人手在您身边先……哎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住进来就好了。家里没那么多房间了。我可以给你一个房间啊。袁楼主，你要是不嫌弃我这简陋，我晚上带依依睡，给你腾出一个房间来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沈总啊，我想借用你们家凌霄一下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当然不介意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我找你有事儿。有话你就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我老婆还在呢。得了吧，我可是望陵楼楼主，还查不出你俩是假结婚啊？说正事儿。哎呀，你怎么一点情趣都没有啊？好了，说正事儿。我调查到了蒋家和秦家的关系匪浅，两家第一次接触就是你姐姐去世的那一年，也正是那一年开始，蒋家开始发迹了。你是说秦家跟我姐的死有关？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的凶手。至于动机什么的，目前还没查出来，再给我1周的时间，我保证调查清楚。谢谢你。光用嘴谢，可没有诚意哦。这个林萧死渣男，臭渣男，臭流氓，我亲上了。你老婆脾气好像不太好。袁沙清，你注意点影响，你下次不许再占我便宜了。你，哎，那下次你占我便宜行了吧？沈总啊，我跟你们家凌霄聊得挺投缘的，你不会吃醋吧？啊，吃醋？开什么玩笑啊！我怎么会吃凌霄的醋啊？我跟他不熟的，没有关系，我才不会在乎他。真的吗？可是我特别在乎他，你把他让给我好不好？我来关心他。那不行，那个依依，她会失望的。没事的，依依是凌霄的亲生女儿，我肯定当亲生的去对待呀。依依，来阿姨这儿。依依，阿姨来做你的妈咪好不好？依依已经有妈咪了，但我不介意袁阿姨当我的小妈哟。真的吗？那我可当真了。依依好乖。妈咪，你看到袁阿姨和爸爸亲亲之后，一边打我的布娃娃，一边骂爸爸是渣男，不是吃醋吗？小孩子乱说话的不能相信，我带他去睡觉。来，走。都怪你。哦。哎呀，晚秋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。袁沙清他是故意要惹你生气的。依依，先回房间。快去。凌霄，你不会真的觉得我在吃你的醋吧？可是我跟袁沙清真的什么都没有啊。哎，你不用跟我解释的呀。你别说跟袁小姐亲吻了，就算你跟她上床，这也没什么关系啊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这句话听见了吧？我这可是奉旨留宿，千万记得来宠幸我哦。哎呀，你消停点吧。哎，
哎，我等你啊。妈妈，你去爸爸的房间守着吧，依依可以自己睡的。我才不在乎呢！你个小丫头瞎说什么呢？快去睡觉，去。哦。看来依依就要有2个妈妈了，真好。我才不是吃醋，我就是不想让依依被其他女人抢走。都是为了依依。消失了5年，连孩子都有了。今晚本小姐必须主动出击。有了这30秒就见效的秘制强力催情剂，今晚还怕拿不下你吗？林霄，睡前喝水对身体好，我给你倒了杯水。不喝。喝了吧，人家特意给你倒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把它喝了？一杯水而已，谁喝不是喝呀？他想喝自己会倒的。哦，袁楼主，你要没别的事儿就进去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参加剪彩呢。林香，你看，不是说了我不喝吗？再胡闹，我要打你了。打我吧。狠狠的打我吧。这都1个小时了，还不消停，林霄可真是个牲口。可恶，竟然便宜沈晚秋了！可恶可恶可恶！那个，我如果说昨天晚上是你主动的，你信吗？你还有印象吗？我没有印象了，你也不准有印象。昨天晚上就当做没发生过，我们还和以前那样相处就行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又不是第一次这样。你去喊袁杀青起来，去准备收拾一下，参加奠基剪彩仪式吧。昨天晚上你可不像现在这么冷淡呢。快去啊！去呀，去！你昨天晚上做贼去了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昨晚折腾的那么晚，你叫我怎么睡？那什么，谁让你非得住我家？活该！你个没良心的，人家为了你千里迢迢来到东家，无依无靠，没人爱我。等，打住啊！打住！说个正事儿啊，你先收拾一下，我们该出去参加剪彩仪式了。没兴趣，我要补觉，你别打扰我。他还没起来吗？啊，他起来了，他说还没睡好，需要补觉，不想去剪彩了。还认床啊？那要不
我把剪彩推到下午吧。哪有下午剪彩的呀？他不去算了，反正合同已经签了，我们去就行。行，那我给依依穿衣服，带她一起去。星舟，你也姓沈呐？那和晚秋是一家人，做事别太过分。老邓，你把嘴给我闭上！当年你支持沈晚秋当总裁的时候，怎么也没想过自己做的太过了。晚秋的管理能力就是比你强。你再废话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以为从望林楼买了块地就能一切顺利了，剪彩，我让你们全部死无葬身之地。沈总，你们的唐园项目还拿10%的份额出来做招标吗？沈总，我钟家愿意出2个亿购买腾云项目的1%的份额。还有我也一样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昨天的新闻发布会我已经说过了，招标是限时的。既然各位昨天没有下定决心购买，那今天就没有机会了。爸爸，为什么他们今天又想和我们公司做生意了？这就叫做昨天对你爱搭不理，今天让你高攀不起。不过各位以后还是有机会合作的，毕竟腾云项目一旦启动，将会需要大量的配套设施，这些配套产业我们不打算自己做，而是对外招标。那我们有机会了。哎，对了，晚秋，那袁楼主怎么没来啊？他身子不太舒服，等魏老来了，剪彩就可以开始了。好。魏院士来了。魏院士，沈董，苏礼就免了吧，我上台去讲几句话。好，您请。哎，不愧是大科学家，办事就是雷厉风行。各位，我宣布一件事，我今天退出沈氏集团，并且永远不再和沈氏集团合作。沈晚秋，你这剪彩仪式也不顺利呀！魏院士，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，你为什么突然出尔反尔啊？该给多少违约金，我会按照合同1分不少的给你们。这不是违约金的问题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您对于我们腾云项目来说是核心关键。现在我们钱也有了，地也有了，就差您的核心支持，这为什么要跟我们解约呀？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今天我必须解约。我知道腾云项目的研究方向其实就是您长期以来的科研方向，你也一定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人，现在只有跟我们合作才能实现你的抱负和理想啊。你以为是我想违约，是我不想实现梦想，我是没有办法呀。快跑，有炸弹！咦，快！魏院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1小时之前，有人劫持了我，说我刚跟沈氏集团合作，就已经有了取死之道。他们就在我身上绑了定时炸弹。我是魏中原，我已经当众宣布，但跟沈氏集团解约，并且永远不再和沈氏集团合作。你们快点把定时炸弹停了吧！我对死人更放心一点。是蒋英杰的声音，这个王八蛋搞的鬼！沈晚秋，都怪你！若不是因为跟你合作，我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今天我要是死在这儿了，你的腾云项目永远别想成。没有哪个懂得新能源的人会冒着生命危险跟你合作。魏院士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沈晚秋，你该不会以为拿到顾震天的注资你就高枕无忧了吧？你不会以为望林楼给你块地你就稳如泰山了吧？我今天就让所有人知道跟你合作之后什么下场。你要识相的话，就乖乖的把沈氏总裁的位置给我让出来。你疯了？那有炸弹，凑上去干什么？拆炸弹啊！你拆炸弹？你个臭保安，你跟我说拆炸弹，你送死去吧你！太老爷，放开我，我要去找我爸爸。那里有炸弹，很危险的，跟太爷爷躲好了。我爸爸很厉害的，
他会保护好我的。沈晚秋，听懂你女儿的话了吗？快让你的超人老公去拆炸弹吧！我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他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样子了。你胡闹什么？那是炸弹，会出人命的。哎呀，这时间不多了，还有9分钟，人命关天。送看我啊！林夏，不要死，全都死，全都给我死！你这么激动干啥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拆完了。你就这么把炸弹给拆了？这种反式炸弹或许对那些专家教授来说是个大问题，但是对于我嘛，这简直是小儿科。我都说了，我爸爸都能单手拆核弹，你们都不相信。你去哪儿？蒋家胆大包天，连这种反式炸弹都能搞出来，我要去灭了他们，把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不行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没有证据不能动用私刑，而且蒋家背后有大靠山，我们惹不起的。林先生，救命之恩，魏某没齿难忘啊！也不用那么难忘，要不你就留在沈氏集团？留，必须留！同恶势力势不两立。沈总，我提议让林先生跟我们一起剪彩。好。林香，有点事儿我想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不能明天聊吗？现在不能聊吗？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，为什么顾震天你认识，袁杀青跟你纠缠不清，就连反式炸弹你都能徒手拆？这说来话长了，而且我今天有点累了，要不去我的房间，像昨天一样，我们彻夜畅谈？臭流氓，谁要跟你彻夜畅谈？你最好给我想清楚，明天该怎么跟我坦白。大晚上的，你不去睡觉，你跑这来干什么？你不睡觉，骑车干什么？我去灭蒋家满门。我就知道会这样。好久没跟你一起出任务了，为了这个，我可是早早就在这儿等着了。出发，灭蒋家满门。这是蒋家私人住宅，闲人免进。该死的凌霄，老子要把你碎尸万段！还有袁杀青，总有一天，老子要让你跪在我脚下，求老子干！哼！你没这个机会了。凌霄，谁允许你来我家的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来杀你全家。保镖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有人吗？不要白费力气了，你家的保镖已经全都死了。蒋家其他人不在，只有蒋英杰。我问你答，敢撒谎或者不回答的话，直接扔头落地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家里的人都去哪儿了？我妈他们出国旅游去了。
1个星期之前就去了。我爸他去迎接一个大任务。什么大任？你为什么没去？我只知道是上京来的大任务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都是我爸单线联系。9年前，你们家是不是杀害了一个叫林萌萌的女孩？林萌萌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回答问题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把他抓去给我爸。后面他怎么死的，我是真不知道呀！帮我叫救护车，帮我叫救护车！你这个帮凶，也该死！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，所有跟我姐死有关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是。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去查！是。继续查，我给你们3天的时间，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我儿子死不瞑目，一定是有什么心愿未了。他生前最喜欢沈晚秋那个女人，却没有得到。现在他死了，我要让沈晚秋给他陪葬。蒋公子，蒋公子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哪个杀千刀的干的？蒋家主，你节哀。说屁话没用，我要让别人也节哀。哎，袁楼主去哪里了？他总是惹你生气，我让他回去了。你也就是嘴说的好听。沈总，刚得到消息，昨天晚上蒋英杰被人杀了。林霄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这事跟……可别乱说啊！昨天晚上我可是一直在等你过来找我睡觉。真不是你干的，你说过要找他算账的。他那种畜生，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想找他算账。蒋英杰是蒋家的独子，他这一死，整个东江怕是都要不太平了。风雨玉环，就算暴风来袭，我也能护你周全。这是在外面，不要搂搂抱抱。那是不是在家里就可以搂搂抱抱了？你别在这贫嘴了，快点走吧，爷爷该等着急了。晚秋、林霄来了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爷爷，今天您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你听我说，下面我以沈氏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宣布2件事情。首先，鉴于沈氏集团副总经理沈星洲做出多次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，经董事会决定罢免沈星洲副总经理的职务。老爷子深明大义。第2件事呢，沈晚秋在担任总经理职务期间，带领公司实行了大跨步的发展，短短几年时间，让公司市值实现了跨越式增长。公司在接手腾云项目以来，遇到了重重的阻碍和困难，是沈晚秋不怕困难，一一解决了问题，为公司打下了大好的局面。沈晚秋的能力和责任心，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我嘛，这年事已高，这精力大不如前。来，晚秋，爷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公司交到你手里，比在我这老家伙手里，它是更有发展前景。你就听爷爷的，啊。
下面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由沈晚秋担任沈氏集团董事。爷爷，董事长，爷爷，事儿吧？爷爷，你别吓我！老爷子被人下毒了。下毒？这怎么回事？是谁干的？沈晚秋，沈氏集团总裁的宝座你坐不了。是你给爷爷下的毒。法治社会，没有证据的事情你可别瞎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这老头子也真是瞎了眼了，把你当块宝，把我当根草。可是在他中毒生死存亡之际，不还是得靠我救他命吗？毒是你下的，你肯定有解药，把解药交出来。我没有解药，但是能解毒的人我给你带过来了。介绍一下，我旁边这位是大夏4大神医之中的毒手神医李天心。李神医，老爷子中的毒你能解吗？能，解这世上只有我能。石晚秋，你听到了吗？今天你想救这个糟老头子，不得拿点诚意出来？畜生，他是你爷爷！罢免我副总职位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是我爷爷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想救这个死老头子，我就给你2个选择。你说：1，你自杀去地下陪蒋公子，毕竟蒋公子之前也对你蛮长情的嘛。2，就是当众把沈氏集团的一切转交给我，净身出户，净身出户。哦，对了，老头子中的毒叫做阎王夺命散，毒发后3分钟之内如果不能解毒的话，大罗金仙来了也束手无策。所以啊，你要尽快做决断。你这种没人性的东西，活在世上真是多余了。还有2分钟哦。我答应你，把沈氏集团的一切都给你，我净身出户。他们能给爷爷下毒1次，就会有第2次。就算你把公司给他们，可是爷爷现在中毒，生死未卜。交给我吧，我来帮你一劳永逸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别乱来啊！你要敢动我1根毫毛，李神医就不会给老头子解毒，到时候你就是害死老头子的凶手。林霄，先把公司给他们，先救爷爷，让他们救爷爷呀！用不着他们，老爷子这点毒我就能解。你还会医术？你沈晚秋居然会相信一个保安能解老头子的毒？李神医，快给他们科普一下。老夫的阎王夺命散，就算是跟老夫齐名的另外3位神医过来，也是束手无策。你个毛头小子懂什么医术，竟敢妄言能解？我的确不会半点医术。林霄，既然你不会医术，就别在这捣乱了。爷爷现在情况很危险。还有1分钟了，沈晚秋，你到底把沈氏集团给不给我？你要不给我的话，明年的今天就是沈四海这个死老头子的忌日。我签转让协议，快救爷爷！谁告诉你只有医术才能解毒的？开玩笑，不用医术，用嘴啊！你要用嘴把毒吸出来是吗？无知小儿玷污医术，老夫行医这么多年，还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徒。好，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看清楚。装腔作势，以为输2滴血就行了。爷爷，你怎么样？爷爷，爷爷，你怎么样？我这全好了呀，我这仿佛年轻了好多岁呀。林霄，林霄，怎么会这样？李神医，你不是告诉我阎王夺命散的毒只有你一个人能解吗？以血解毒，他竟然是百毒不侵的体质。这世界上竟然还有第2个人是百毒不侵的体质，少主有救了！我要立大功了！沈星洲，你丧心病狂的给自己亲爷爷下毒，妄图谋财害命，你想清楚怎么死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别乱来！我现在是蒋家的人，我现在叫蒋星洲，你们如果敢动我，蒋家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区区蒋家也敢拿来威胁我？好，
既然你这么忠心于蒋家，那我今天就送你去陪蒋英杰。我觉得你下去陪我儿子比较合适。家主救命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一点小事你都办不好，滚一边去！今天我要用100万买下整个沈氏集团，你们谁要是有个不字儿，我就送他去死。100万就想买下整个沈氏集团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嘿嘿，抢哪有这个来钱快啊！另外，我怀疑你杀了我儿子，你也得跟我们走。你们没有证据，也没有执法权，凭什么要带他走？在东江，我们蒋家说的话就是证据，蒋家的行为就是执法权。动手！别担心，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这个林小也是百毒不侵的体质，既然对少主的续命有用，那这个人我肯定是要把他抓回去的。小子，是你自己跪下来束手就擒，还是要我出手废掉你的手脚，然后再把你带走？还是我打断你的手脚，把你丢出去合适？秦大师乃是上京秦家的首席供奉，曾有单挑100名雇佣兵而不败的战绩。你竟然胆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，还不跪下受死？秦大师，我们和上京秦家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的，为什么要针对我们呀？他身上的血就是原罪。我突然觉得，把你的手脚打断扔出去，有点太便宜你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这么厉害？别笑！你要干什么？上京秦家家主即将来东江参加今晚的升龙宴，届时他将成为龙牙新任之主。你敢惹秦家？升龙宴，龙牙之主？没错，到时候秦家就是万人之上的存在。届时望林楼和顾震天也得俯首拜见。那你敢伤秦大师，沈家必将万劫不复。那我就先杀你个秦岩，当做利息。林萧，不要冲动！上京秦家那是比蒋家还要强大100倍的庞然大物，他们随便就可以把我们捏死，我们惹不起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先不杀你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林萧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我哪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？你当我傻吗？你先是能让顾震天听你的话，后面又跟那个袁杀青不清不楚的，甚至还会徒手拆炸弹。更离谱的是，今天你的血竟然能解老爷子的奇毒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你的合法老公啊，还能是什么人？你就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吧？好啊，那以后就都不要跟我说话了。除非这混蛋追上来挽留我一次，不，至少2次，否则我绝不原谅他。我求再给我几天时间，等我把一切调查清楚，一定跟你坦诚相待。已经查清楚了，秦家才是罪魁祸首。把具体事情跟我说一遍。黑石会组织就是秦家家主秦万海一手创立的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其独子续命。什么意思？秦万海的独生子秦寿天生就体弱多病，有名医断言他活不过18岁。于是秦万海找来了李神医，用了邪门歹毒的法子帮秦寿续命。黑石会在全国各地贩卖人体器官，难道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禽兽续命？没错，你的姐姐因为体质契合禽兽，于是就被蒋家抓来做了药引，不仅害死你姐姐，还嫁祸给你，让你蒙冤入狱，也是为了把你圈禁起来，方便禽兽随时拿你做药引。可他们没有想到，我会被龙牙选中，成为龙主。你隐退的这些年，
龙牙之主始终悬而未定，秦家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此，于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，说服了战部众长老会在今晚蒋家的升龙宴上吃龙脊、长龙牙。那就让今晚的升龙宴成为蒋家和秦家最后的晚餐。凌霄这个混蛋，竟然不挽留我，我一定要狠狠地骂他一顿。凌霄，你个混蛋！少卿，秦家目前有针对我的迹象，我担心他们会对晚秋和依依他们下手，你亲自去负责他们的安全，不许任性妄为，懂吗？明白，我这就去。这个混蛋凌霄，怪不得不来追我，感情和袁沙清那个小绿茶搅和到一块儿去了，都不备着点人呢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别动我！别动我！晚秋，你干嘛呀？这卡里有100万，立马6个亿，你的车我买下了。这不是沈家那个赘婿凌霄吗？这可是升龙宴，他怎么来了？这不凌霄吗？你不在家里等着跟沈家一块去死，来升龙宴干什么？这也是你配来的地方。我来送你们去死。狂妄！你平时在别的地方嚣张一点也就算了，这是升龙宴，你还敢这么张狂？蒋自如呢？让他滚出来！狗东西，你敢直呼家主大名！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再问你一遍，蒋自如呢？放开我！今天上京，秦家的家主和少主都会来，河西安保也是顶尖高手安排的。我告诉你，等他们来了，你武功再强，你死路一条。好一个凌霄啊！竟然敢跑到升龙宴上来闹事，有种得很。我来之前，秦家主还特别吩咐我，让我今天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你抓起来。你这是自投罗网了？那就让秦家父子一块过来，我正好一块收拾你。狗东西，不仅对我爸不敬，还敢对秦家不敬，你已有须死之道。让他跪着给咱爹磕头。小子，你是不是觉得能打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？解决你没有问题。让开，不用保护我。你头还挺铁的。不是头铁，是有恃无恐。凌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老婆沈晚秋已经被我的手下抓走了。我看你是活腻了，敢保我的老婆。看样子你还是不信。这样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别动我！马上让你的人放了我老婆！凌霄，有种你就掐死我，倒是有你老婆陪葬，不亏。来呀，掐呀，掐死我！这样你就换一个新老婆。你在玩火！我知道你很能打是吧？能打有屁用！出来混的讲究的是背景，讲究势力。你这个出身是泥腿子的，再能打，也只是一个小瘪三。林霄，认清现实吧。想让你老婆活命，就给我跪在这儿。林霄，你不是挺能打的吗？
继续打呀，千万别跪下啊！让我好好看看沈晚秋那个贱货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姜子如，今天我老婆要是少一根汗毛，我就让这里血流成河。认命吧，你这种泥腿子，一辈子要被我踩在脚下。我数3个数，1。姜子如，你只有3个儿子，而我手里这个是你最后的血脉。你要不要赌我杀不杀他呀？爸，救我！你松开我儿子，要不然我让他们轮了你老婆。看来你不是很喜欢你这个小儿子。你把我仅剩的2个儿子都杀了，今天我要让你老婆偿命！你以为你抢我的电话就可以了吗？来人，打电话让他们发视频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老婆是怎么被他们玩死的。不用打电话，我来了。晚秋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只是他们抓我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手，还好袁楼主来得及时，把我救了。沙清，谢谢你。和我何必那么客气啊？沈晚秋，你怎么可能好端端的站在这儿？我派去抓你的人呢？就你派的那几个虾兵蟹将，被我一只手就给收拾，现在都被关起来写认罪书呢。望林楼楼主袁沙清，你不光卖土地给沈家，还帮着沈家一起对付我们蒋家，你到底图的什么？当然是图凌霄长得帅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们蒋家是秦家的第一附庸？你得罪了我们蒋家，就等于得罪了上京的秦家。我知不知道都不影响，反正上京秦家都快没了。没了！秦家主马上就要来升龙宴接管龙脊，正式执掌全球第一战力组织龙牙，成为第1龙主。秦万海还想当龙主，他下辈子都没有机会。找死！我们快走！我先前听说上京秦家今日带了大批量的高手，等他们到了，我们就没机会走了。杀了我2个儿子，你们还想走？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。他说的对，事情还没结束，我还不能走。凌霄，别耍小性子了，形势危急，我们快走。等等，等我把秦家和蒋家干掉再走。相信我，他们在这儿不算什么。放心，他能对付蒋家和秦家。可上京秦家那是只手遮天的存在，你应该学会多给凌霄一点信任。我现在不走了，把你的靠山叫出来吧，我好一块干掉。你绝了我们蒋家的香火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我蒋子如在此对天发誓，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。不共戴天是一定的，那就等秦家父子俩过来之后，我把你们一块送进地狱，让你和你这几个好儿子一起团聚。是谁在这儿这么狂妄，要送我们父子下地狱吗？秦家主，他就是凌霄。我儿的药引，哼！秦家主，我仅剩的2个儿子都被这厮给弄死了，求家主为我做主，求家主为我报仇。我秦万海今日执掌龙脊，成为龙牙之主，又遇到了能为我儿续命50年的药引，好事成双，双喜临门。
秦家主洪福齐天，必定旗开得胜，掌控龙牙，成为大夏第一人。参见龙主。看，你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，根本就不配成为龙牙之主。自上任龙主，受重伤归隐，龙牙无主已6年之久。战部长老经过层层筛选，才决定由我执掌龙牙。你一个东江小泥腿，对此事大放厥词，难道不怕株连九族吗？你疯了！龙王之位的归属，你怎么敢去指手画脚？晚秋，你错了。若这天下还有人能一言定龙主之位，那便是我。林霄，你简直狂妄的可笑。那你就笑吧，笑完之后我就送你去见你儿子。你，龙主之位的归属一般只有2种可能，一是由上任龙主携龙脊寻找天命之人，若是出现意外，则由战部长老择出新任的候选人，由候选人接受龙脊认主，成为新任龙主。难道你认为你比战部的诸位长老地位还高吗？林霄刚才和大家开玩笑，我们和秦家和蒋家没有任何的敌意。今天我来这儿也是为了带林霄走。既然今天是各位的大好日子，那我们不便多打扰，告辞。王秋，你不是好奇我的身份吗？我原本以为要过几天才适合告诉你，但是今天秦家父子还有蒋家人都在，那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了。你是什么身份？我就是龙牙之主。你就是那位被誉为全球第1强者，号称兵王之王的龙主。怪不得你那么厉害，怪不得这天底下好像没有能难得到你的问题。放屁！上任龙主6年前就已经隐退，新任龙主都还没有找到，导致这龙主之位整整6年悬而未定。这很显然是遭遇到了不测，又怎么可能是你这个所谓的老公？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骗我？父亲，这个女人我颇为喜欢，我想留下。我儿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感兴趣，没关系，把这个林霄做成你的药引，这个女人以后就是你的了。小妞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放屁！秦家，当面！来人，把这2个人拿下，带回去。七杀贪狼破军，3大龙帅到！今日是新任龙主归位之日，何人在此吵闹？小子，你就是囊中之物。待我执掌龙脊，成为龙牙之主之后，再来收拾你。就算龙脊摆在你的面前，你也把握不住。破军，此人屡次挑衅于我，我以龙王唯一的传承人命令你把他给我拿下。为什么还不动手？愣着干什么？一旦掌握龙脊，我是龙牙的新任之主，你们不听我的号令，是要造反吗？你敢对我等之主造次？吾等拜见龙主。吾等拜见龙主。林霄，你竟然真的是龙主？我又怎么舍得骗你呢？秦万海，你还要负隅顽抗吗？哦，没想到当年留你个蝼蚁之命，竟让你有了天大的机缘。前任龙主让你做了继承人，不过你天生贱命，这泼天的富贵得由我来。哼！秦万海，我姐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你姐能为我儿续命，能成为他救命的药引，是你姐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们父子今天就留下来，为我姐偿命。只要我掌握了龙脊，得到历代龙王的传承，就算你是前一任龙主，
也得匍匐在我的脚下，想报仇门儿都没有。秦万寒，你放肆！你也敢染指龙脊？为什么不能？我有战部长老令护体，普天之下谁能扛得住龙脊的罡气？谁能掌控龙脊？让他拿！龙脊岂能是他这样心术不正的小人能掌控的？哦，对了，你姐死的时候挣扎了2个小时，一直哀求我们放你一马，怎么可能？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，我才是龙牙之主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有战部长老令护体，可惜怎么会伤我？那是因为只要有我在，龙脊永远只会胜我为主。胡说！你明明是重伤退隐之人，凭什么龙脊任你做主？谁告诉你龙主是重伤隐退的？若不是隐退，他怎么可能主动让出龙主之位？那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掌控龙脊的。凌霄，不要中了秦万海的激将法。放心吧，我很好，也很冷静。在我面前，你不需要再伪装自己。你要是没受伤，直接发动龙牙的力量，调查幕后凶手，岂不是更好？龙牙这样的庞然大物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我岂能为了一家恩怨，让大夏陷入危险之中？凌霄，不要！龙牙诸将士何在？我等恭迎龙主归位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说过，今天我要用你们的命祭奠我姐。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姐，你的仇我已经亲手帮你报了，你安息吧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！超人！依依，你之前说让我做你小妈，还算数不？